靜靜咁瞓咗喺醫院嘅病房裏邊，生命已經進入倒計時。好友紛紛趕過嚟陪伴呢位歌壇傳奇走完人生最後嘅旅程。病房裏邊人頭湧湧，走廊同埋樓梯上邊亦都逼滿咗前嚟守望嘅親友。然而喺人生嘅最後時刻，梅艷芳佢做出咗一個出人意料嘅決定，拒絕見兩位曾經同佢關係匪淺嘅故人趙文卓同埋吳君如。唔見趙文卓，外界或者仲能夠理解曾經嘅感情留低咗傷痕，分手之後再無交集。但吳君如嘅缺席，佢引發咗更多嘅猜測同埋議論。作為昔日最親密嘅閨蜜，佢哋曾經無話不談，惺惺相惜，情同姊妹。但到咗梅艷芳生命嘅盡頭，佢卻連最後一面都唔願意俾吳君如見。呢個究竟係一場未曾解開嘅誤會，定係一段早就已經心灰意冷嘅決裂？係乜嘢令到一向闊達仗義嘅梅艷芳至死都冇辦法釋懷嘅？吳君如又究竟做咗啲乜嘢，令呢位曾經視佢為知己嘅朋友帶住遺憾離去，最終都未能夠原諒佢？坊間傳聞呢段恩怨嘅背後牽扯住另外一個關鍵人物劉德華。咁梅艷芳、吳君如、劉德華呢三個人之間究竟隱藏住點樣微妙而複雜嘅關係？第一章，從知己到陌路。涼風輕輕吹到，悄然進了我的衣襟。夏天偷去，聽不見聲音。1982年7月18號 ，TVB 同華星唱片聯合舉辦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。19歲嘅梅艷芳企咗上舞台，一開口就震撼咗全場。佢個台風穩健、自信灑脫，評委們交換咗個眼神，冠軍已經誕生。嗰首徐小鳳嘅《風的季節》，令到原本默默無聞嘅梅艷芳一舉奪冠，成為咗歌壇新星。就喺電視機前，一個默默無聞嘅女仔正目不轉睛咁睇住佢。吳君如。嗰年，吳君如正喺 TVB 嘅藝員訓練班學習，佢個同期同學個個嚟頭都唔細，有靚絕五台山嘅藍潔瑛，有出身醫生世家、自細嬌生慣養嘅曾華倩，仲有美貌出眾、背井離鄉闖蕩娛樂圈嘅劉嘉玲。相比之下，吳君如只係最稱職嘅綠葉。80年代嘅香港影壇如日中天，電影市場蓬勃發展，劇組裏邊總有忙到飛起嘅編劇，亦都總有大批嘅新人湧入。但喺呢個美女如雲嘅圈子裏邊，吳君如嘅生存空間極其狹窄。啱啱入行嘅時候，佢哋試圖行玉女路線，着上白紗裙，懷揣住成為女主角嘅夢想，但佢心裏邊清楚自己唔夠靚。網上流傳住一張佢童年嘅相，大眼睛、單眼皮、鼻孔微凸，配上略顯驚訝嘅表情，點樣睇都覺得搞笑。雖然喺普通人裏邊算清秀，但同藍潔瑛、曾華倩企埋一齊，佢自知毫無勝算。